新闻头记先来关心这个 F-16V 战机摔落去海里，飞官新笔记到达有关系下落不明。官员表示讲，无收到伊的救生装备的信号，无法度来判断飞官敢有顺利来跳伞，也目前是扩大伫咧搜救当中。另外，军方也有指出，这新笔记捌回报讲，战机顶头负责整合各种资讯显示的任务电脑 MMC 出现故障。专家就表示讲，这若是伫咧云内底，或者是暗时飞行的时阵，拢得爱挖靠这资讯，若无恐惊是会出现空间迷向，就真危险。涉事的飞官新笔记目前还搁咧搜救，这件事故也互外界关注战机飞行当中飞行员正挖靠的关键系统模组化任务电脑 MMC。军事专家形容 MMC 就亲像是战机的大脑甲神经中枢。F-16上面上百种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靠它来做这个我们来讲说转译也好，还是去显示也好，所以它扮演的角色是这一个。F-16战机有上百种感测器、航电甲武器系统，各种资讯必须要透过 MMC 整合甲显示，飞行员才会当伫咧高速高压的飞行环境内底即时判断操作。尤其伫咧混乱、迷失、等等视角无啥通参考的状况之下，佫较需要靠这的资讯，因为空间迷失是飞行员上致命的风险之一。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最容易有这种经验。我就低头去看个东西，突然我看旁边的车在走，其实我以为我的车在走，对，其实是旁边的车在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视觉告诉我说，相对运动出来了。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战机伫暗时7:27的时，飞行的高度差不多是7600尺。新笔记反映伫混磷四线器48秒了后，高度已经降到4000尺。7:28分发出3届跳伞了后，雷达光点消失去。有专家认为，战机自动防狼的系统伫紧急时刻也会当有帮助。我们比较早买 F-16，好提前享受。但问题是，后续的批次它搞不好又有性能更新呐，性能更新、性能提升啊。你旧的好，我们虽然说有经过凤展专案去做更新，但是目前已知好像还是没有装。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事故原因也佫需要厘清。外界也毋忙赶紧传出好消息。公司新闻朱宏迪、吴基昌综合报道。